每年11月是地價稅開徵的日子，繳納期限到11月30號截止。台南市財政稅務局提醒民眾收到稅單，要在期限內完成繳納，避免受罰。而且現在繳納管道多元，除了會當來到稅務局現場繳納，真濟金融機構、網絡超商，或者是行動支付，攏會當繳納，非常的便利。地價稅吼，咱繳款的方式有足多種啊吼，咱除了咱去銀行吼，郵局無收吼，去銀行臨櫃繳納以外，咱若是3萬塊以下，咱會當去4大便利超商。比如迄個 7-11 啊，全家、萊爾富、OK 便利商店，咱會當繳。哦，啊，咱若迄個啥，除了這以外，咱嘛會當用迄個你線上查繳稅吼，咱都因為財政部的網站內底線上查繳稅，都會用迄個啥，你線上在繳納。啊，另外一個方式啊，咱嘛會當吼，咱直接手機啊掃開，咱掃咱稅單的 QR code， 啊 QR code 內底直接就當入去咱迄個啥。線上繳稅系統內底直接在繳。稅務局提醒，今年的地價稅繳納期限到月底，每超過3天就要加徵1%的滯納金，呼籲民眾愛如期繳納。稅單若遺失，嘛會當利用各地多功能稅務單補單，早納早安心，避免無必要受罰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